港鐵西港島線已經完成96%嘅工程，但係未決定係咪如期喺12月通車。嚟緊搭港島線由上環站再向西行，最遠可以嚟到堅尼地城站。呢度已經踏入測試階段。新款嘅售票機除咗接受紙幣之外，亦都可以用八達通俾錢。港鐵話呢種設計方便乘客為冇八達通嘅同行乘客買車飛。同傳統售票機比較，呢一款新款嘅售票機啦，可以用八達通買飛，亦都可以增值八達通。個輕觸式熒幕啦，都可以拉闊收細。西港島線全長大約3公里，由上環站經西營盤站同香港大學站延伸去到堅尼地城站。其中西營盤站早前因為其鄰里出入口嘅土質問題，工程有延誤。新線最終可唔可以按計劃喺12月通車，仲要等多幾個禮拜先有答案。個關鍵性就係有部分嘅測試咧，我哋都要去完成嘅。測試方面咧，就係一定要做得好，所以呢個咧就可能咧就係我哋要喺幾個星期之後，所以知道嘅情況點樣，再向大家即係講一講通車安排係點樣。港鐵已經準備應變方案，如果西營盤站唔可以如期啟用，12月通車之後列車就唔停西營盤站。如果應變方案都無法實施，成條西港島線將會順延去到明年第1季通車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。